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59集。我是小张。美角这两字，全闽南语界拢无啥物较好的讲法，嘛无人敢讨论。教育部写这两字，意思就是轻重关键、要紧的部分。虽然意思是正确，但是你敢相信这两字就是正字？针对这个问题，咱今日就要来甲讲清楚、说分明。今日这件代志。咱爱对这字味开始讨论起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木上模样，将木强味之形，上强乐理呀。这字乐嘛会使读作乐，甲这字相通。那安尼各位就知影意思啊啦。咱即马来看中国文册安怎记录。这个字会使读作味，嘛会使读作眉，嘛会使读作白，甲这字同款，会使读作丝，嘛会使读作西。佫会使读作西，其实讲破就是 EAI 这三个韵母互相转运，毋是啥物大不了的学问。讲完韵母转运，咱即马就来讨论声母的部分。其实这个声母就是无甲无这两个声母在互换，互换了后就会产生微、眉、白这三个音。有这个基本的了解了后，咱就来讨论另外一个字，就是这字。这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写真名恶变连也，济谓之盐，楚谓之李，将木味声。这个字会使读作味，嘛会使读作眉，嘛会使读作白。咱拄则已经讲甲真清楚啊。伫这集内底，小张决定要甲读作眉。伫拟雅内底写眉谓之良，为门上花良也，味又济也。这字良嘛会使读作良。咱即马来看字安怎写。五家之恶，正中活动，处活眉。小张，你安尼讲，啥物人听有啦？无，咱直接来看图，较好理解，安尼好无？当然嘛好。咱即马来看这幅图，有一句话叫做光耀门楣，就是在讲这个所在啦。这字门嘛会使读作门，所以咱甲读作门楣嘛会使。这个门楣毋是逐口罩有呢，是敢若大户人家才有，像小张这般的都无。这个门楣有啥物好讨论呢？敢若听你这句话，就知影你伤浅。其实这个门楣是重点内底的重点。比如讲，咱若是要知影这口罩的实力，咱就爱看伊的门楣；咱若是要知影这口罩的官职、军阶，咱嘛是爱看伊的门楣。甚至，咱若是要知影这口罩的社会地位，咱同款爱看伊的门楣。那安尼讲起来，这个门楣毋就足要紧的，就是足要紧的，咱毋则要来讨论。小张，这个门楣历史差不多偌久啊？听伊讲对周朝就开始啊。小张伫遮来分享一篇战国时期的文献。这篇文章老长，咱来读上尾这三句就好。咱来读洪顺的部分。大夫对。北面东眉再拜，受备以应间；南面摕，西面立。宾东眉再拜上备，讲出大夫讲，受老伯是老伯，毋是老伯爱看有详细。伫这篇文章内底有一个字，咱较少去用到，就是这个字读作迎。伫汉典内底的解说，听当前的直条。这篇文章内底的眉，就是门楣。证明这个门楣伫战国时期就已经是礼数的一部分。咱即马来看实力，这幅图就是南投南田书院的门楣，看偌水就好。伫这个图的双边边啊，拢有画这个装饰。这个装饰有一个特殊的名称，叫做门楣角花。咱即马来看另外一张相片，这张相片就是北港义民庙的门楣，同款有画图。这个图的双边边啊。甲下骹嘛拢有画这个门楣角花，实在有够水。古早是封建的社会，什么款的机关、什么款的庙，配什么款的门楣角花，拢有规则。但是咱即马是自由的社会，你若是伫 Google 内底甲查门楣角花，选择有够济，什么形、什么款的都有。像第一个网站就写门角花，第二个网站就写角花门楣，第三个网站就写门楣角花。你若是嫌 Google 的无够看，你嘛会使来试看卖咧。来抖音，你来甲查中式门楣角花，你会看甲目睭花去。像这支影片
伊就写门楣角花，但是用阿鲁米做的。若是佫嫌无够，嘛会使来淘宝，甲查门楣角花这4字出来的结果超过1000件。啊，各位头脑拢真好，相信看到呾，拢已经知影小张要讲啥。无毋对，楣角就是写这2字。伫中文内底有一句话：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啊，这个门道甲楣角同款，拢是上基卡、上关键、上要紧的所在。咱嘛会使讲楣角角。哦，咱来看这个大户人家的门楣，哦，楣角角。啊，这个楣角甲楣角角拢同款，拢是上关键、上重要、上基卡的所在。教育部的楣角写这2字啦，咱笑笑就好。有一句话，小张已经超过30年毋捌听人讲啊，就是这3字读作西楣角。啊，这个西楣角上古早的时阵是咧讲大户人家之间的斗争啦。啊，这个小百姓咧，你小百姓，你就若食会饱，穿会烧，有一个所在通住，你就偷笑啊！你哪有啥物楣角？你无嘛？啊，这个西楣角有一个特殊的所在，表面上拢风平浪静，大家拢好来啊好去，但是私底下咧，想尽办法，用尽手段，目的就是要甲对方压落底。啊，这是小张对西楣角这3字的理解。各位若是有无同款的意见，欢迎指教。小张，是安怎你讲西楣角这3字，你已经超过30年毋捌听过啊？哦，我想可能是因为即摆的社会较和乐，气氛较好，大家拢讲道理，所以已经无人在西楣角啊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咱来讲结论：第一，轻重关键重要的部分，基卡的所在，教育部甲写这2字读作楣角。第二，这2字虽然有文献，但是无道理，因为意思不对嘛。第三，大户人家的门楣顶悬，拢有用这个门楣角花来咧做装饰。楣角就是对这来的，咱干那看这个楣角，就知影这口罩的实力、官职、军阶、社会地位，甚至影响力。第四，大户人家之间用门楣、用楣角互相比拼。表面上是风平浪静，但是私底下是刀光剑影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